在地人在地前继续来到桃园市，这个交通会愈来愈利便。月土路拓管的工程第一标来开工，长度大约有3.2公里。这个完工了后，中立山东地区到高铁站更加方便。未来专线完工了后，将会提升观音区交通的便利性，带动地区的发展。第一场开地平安，市政团和。桃42线月土路是连接桃园高铁青埔站到观音区的重要道路，沿线经过中立区甲观音区。第一标山东路到领航北路2段，长差不多3.2公里的拓宽工程，工期480工作天，这是市政府升级了后重大的道路政策之一。拓宽成20米双线道，而且将来也是可以包括自行车，好，包括沿途的景观也非常好。那我们希望这个工程因为总共花了13亿4千万，这个路如果可以完成，那么对于整个这个草大地区、大仑地区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月土路全线拓宽工程有5.7公里，完工后将会提升交通的便利性以及居民生活的品质，同时带动中立区甲观音区的发展。